番薯诶，开刀会有树。你很适合哎，谢谢谢谢。那我以后要这样来。而且你刚刚唱那首歌还真适合，就很像就差2颗番薯。村姑那种感觉。村姑。之前有茶佛歌嘛？啊，是昏迷3年的梦想。哎呦，嘿，梦想，然后先生讲，总有会盼后事嘞。哎呦。老热打你腿，老热降下来。哎呀，乡亲朋友啊，哦，嘿今日10强的家庭赛啊，哎，唔错，两10对方有16杀， 16流杀，行歌曲组16哦杀，传统组鼓手有15 6杀，杀，嘿，不一流样，行歌曲组6杀，我变淘汰。投胎哦。菜10强，哈，6杀哈，嘿嘿，啊，传统组的菜天5杀，嘿，嘿，好，对，也先比流行歌曲组，嘿，唔错对。，接受评审欣赏来。启示 B 欣赏，总批欣赏，叶小琪欣赏，王艺兴欣赏。10强电听赛比赛规则：大厦县树演创艺术歌的分数请高嘅前10名就做得过关。喺讲评分就由上百嘅分数来做比较。哦，今日呢，就係來到兒童競爭超級嘅10強賽了哈。唔過呢，看到大家準備都，唉，個個好有特色哦。係啊，所以大家應該準備都當好嘅哈。係好，OK。今日呢，評審嘅標準呢，要求留平常強樣啦。唔過呢，要夠較嚴嘅一些些咧，哈。所以大家準備到除了即個唱歌嘅音準啦、節拍啦，也係也嘅咬字、也嘅部分，可能要當主唱以外呢，就會較注意的是你們的舞台魅力。因為舞台魅力，嘅聽到唔係咪適合來唱歌嘅做歌手，也係講來表現自家想去表現乜東西，無論評審看也好，觀眾看也好，所以一樣辦讓自家唱嘅歌嘅，當正確嘅方式來唱出來，係要當好嘅部分嘅表現，俾大家看到，見比如當重要嘅比賽了，就請大家加油了。好了，反正比就錯嘅啦，哈。TVB 有請嘅，誒，總用錢帶來，鍾意女講嘅法。來後堂啊，唐哥亮。心肝肚有一口甜，也总伊唔知几多年嘞。对你小声小家，为了几赚钱，俺用过你真将团结给自然。爱嘅心肝肚有一口甜，也总伊唔知几多年嘞。对你叫声叫家，说错快连连，爸爸也讲老婆娘。上点点的奶油，一滴滴嘞，一滴滴嘞，老气冲出来，一滴滴嘞，老气冲出来，一滴滴嘞，一滴滴嘞，老气冲出来，一滴滴。
倩你好。好，你好。之前妈妈有来比赛过啊？哦，嘿哦，青球以前吗？是3季的時間，是3季哦。你还踢到幾？ 24。 24哦，安尼記很嚴者咧，唔記得咧，係啊。這媽媽都來比拜天啦。係咩流行組的哈？係，哦。佢後來有冇來比嘅啦？佢講佢要強，就會強哦，派你出來，就推你出來比賽了。你不會強就抽嘞。把你推入火坑。對啊，推入這麼好的園地啊，來這邊交朋友、唱歌、練膽量。歌曲還是媽媽同佢寫的呢嘛？哦，嘿哦。係嘛？你媽媽讓你寫的哦。對嘛，這嘛媽媽。這嘛寫2條歌誒。佢就講愛較適合唱耶穌，哦，你來上仙呐，啊。愛英語吧。英語，哦，就沒有那麼寬呀。哦，唱這首歌會比較適合。比較適合你，剛剛好這樣。是啊，那到底多適合？適不適合也不是你說了算。知道啊，老師，欣賞。其實要如果我見比榮軒啊，之後媽媽老人獻到以後，藝師都懂是他好，所以講用一種懂輕鬆的方式來表現，對人家他年紀來講，不用大愛大落的那一種，我覺得反而適合的你的年紀來表現會更加好。啊，我上一本建議部分就係講，因為藝術歌較輕鬆，啊，不過唔啲係用版型，我總是會有覺得很奇怪的，就是太搞會一種 rock pop 的部分，一直都會在快歌的時候都會產生一定的問題。所以你像藝術歌啊，愛嘅情感度有一 Q 甜，可是照理來講，人家強強鬆鬆唱冇錯，可是你的落點拍子落點有點太強了。然後你在後面的時候，終於淚將將嘅花又突然衝太快了。所以那個層次的落點會顯得比較可惜。啊，不過憲國我也知道，音準來講冇乜問題。好，所以講既然是輕鬆，因為你的年紀比較輕，所以憲國會比較困難。啊，不過我會希望期待看你之後的表現。安尼好冇？安子誰？欣賞。來，看幾個分數的。看一下總永賢的分數。90分，一分數應該90以內，嚇應該都係不錯，係90以下都可能較滿意。好，加油！嘿，加油！好，替媽媽爭面子哈。OK。稍後盧伯準帶來法術下。來，等下。
嗨，两个支持好。嘿啊，你现在读的那个学校好像有那个产学合作，跟亲友印象的伊那个做那个产学合作。购物节目，哎，中式的一个购物节目，有，你要你也可以听听。中式卖那个东西，卖锅子，锅子，你有卖出就是赶快打电话哦。所以要用你，来从这关了，脑波很弱。哇，对，那个有的那个。卖东西的那一些主持人好厉害，那我有一次哦，他讲到我不买，我觉得我对不起他，真的，他还讲到哭哎，真的吗？讲到哭，然后卖什么？介绍一台那个不是，妈妈都只会骗，供那个按摩椅哦，一台按摩椅，然后他讲到哭哎，然后就说啊，我这个我买给我妈妈的，哇，讲到好像。定啊，就定下去。原来是买过嘞，跑步机。买做了不怕磨皮手有太大台了，后来就拿来放衣服了。真的，很多人在磨寸磨呐，磨寸磨。宅经济的啊，宅经济经济。还有卡住看个购物频道嘞，看看，不差给对你买。哎，所以你下次要卖什么东西再跟我讲。你要卖锅子，你就卖到哭，我就会买。练习都给我按你。哎，真的，那有用。对呀，有用。那个观众，台湾人很有同情心。我不买，我真的对不起你的。好，那终于练习。对，练习。好了，加葱都用版的。我尊，我一直很想要跟你讨论一下你的发声。其实你说话的时候，你的声音是扎实的，可是每一次你唱歌的时候就很松散，就变这样。其实不是说前面很感性，你就一定要这么松散的唱。你可以是发舒哈，你也可以是发舒哈，都有啊，两种都可以啊。但是你不一定要让自己发舒哈，但是因为你没有，重点是你的肚子要用到力气来发出发舒哈哈，或者是哈，或者是。都是在肚子，而不是在你的喉咙。这首歌一整个下去，你其实根本你冲了数狗 Q， 你全部都是涣散的，你知道吗？夜色糖果梦，声音不集中，感觉也不集中。你唱歌要非常专注，就像你很说话，你看你说话是你拱发这么的清楚，可是你唱歌就是变这样。如果你不会用，没有集中在那个力气，你就整个是散。当你散的时候，你的肢体也是涣散的，所以我姑且不说你今天落拍这个问题，因为我觉得，这个未来你能够去克服。但是唱歌，我希望你更进步，加油！那下一次盼望你把歌记得更熟，不管是间奏或者是你看你后面也很可惜，但是很年轻，我相信你将来会更进步，加油！将来了，有一个预兆，这个比较严重，也较严重啊。用别的歌词吼，哎咩？来，看一下分数，600准嘅分数。但是提供雷亚片是会学习的，因为今年先生老奶讲了就那样提供哦，准备会让我们去练习，然后让我们更好。OK， 那下次有机会了哈。走嘞，唱袂了，好，现在可以待下一下。改点去改点。好，好了，晒落，眼力真带落，跳摆又跳摆。糖啦。
你真好。会叫山东铁树呢。嘿，唔係啦，好咩？很多。很多哦，这很多张元铁树的桑啊。有那个烟嗓啊。对，也不是烟嗓，它声音其实很透亮，而且很稳诶，那个饱和度很够诶。虽然讲感冒了也还好，不会看不出来。看不出来。你这嘞，你这那也淘汰了。淘汰了哈，已经淘汰了。好2关就淘汰了。没有教好了，我带给一个音乐茶坊来冲下来，是吧？有啊，1禮拜就一3拜啊，1禮拜一3拜啊。你要记得等一啊。錯啊。強阿姨練習咯。錯啊。音乐茶坊的嘛个。就是卡拉 OK 嗎？就是一般的音乐茶坊，就是像我们夏天去有嘛，熱天啦，8點半左右衝到11點半。哦。早晨嗎？早晨跳。哦。下晝跳咩有？哦。1點衝到6點，你吹冷氣啊？吹冷氣啊？有飲料啊？有啊。有冇？有茶。有茶。係，所以叫音樂茶坊。那你多錢？4點鐘。4點鐘100條。哦，因為便宜哦。當便宜。就是總共有幾桌？每一家不一樣。不一樣，還很多家哦。8桌來賓，點唱，調擺有調擺。沒有，來賓掌聲鼓勵。你記得講1號，落去記住1號，號碼就拿本。哦。落去2號。哦。因為很明大三。拿號碼不是分桌的。沒有，1號、2號。哦，進步了。以前是分桌的嘛。對啊，哇，每一桌都在進。記得還有切水果什麼的。切水果，那你要多花錢啊。他100塊沒有。100塊冇啦，是差你。哎呀，你們以後搞哈。係啊，神奇又便宜。好啦，來，陶先生公平了。有時候可以欣賞。好，山東鐵樹哈。麗珍哈，那個其實湯雅山哈平穩度非常夠。而且唱歌是有律動哈，因為你唱歌經驗濃厚。那麼個基本有同個博尊，我睇下老師有講到，順便要講，你們兩個都遇到同樣的問題。那個你調下個發音哈，高音冇上，低音冇下，就高音沒上，低音沒下。這個高低中頻的時候，只有剩中頻。然後你所有每一個聲音，因為你唱中頻的聲音，口腔中頻的聲音，所有聲音都壓喉音在舌根。所以你專心最後談一下，就是你每一句在共鳴腔的時候都是壓喉音，芙蓉帶一，所以很容易。那對人客家西煙的歌，假使講迄會風的較好，好，它尾音會往上拉。西煙的大基全部每一個字都要向下，所以你懂得是那8、9成的字全部沒有下胸，沒有到低頻，所以也就講所以沒講。你客家發音事實上對在中國的歌唱底部是不標準的，整曲都不標準，是因為你沒有到那個點。比如芙蓉帶，沒芙蓉帶，每一句都這樣，頭擺又頭擺，它是在下一面，頭擺又頭擺，什麼頭擺，所以發音都錯的。好，繼續加油，是嗎？好，謝謝老師。哦，都在後要磨，可以要分數啊，來，你整個分數。一旦太繁瑣的開刀會有數，你很適合哎，謝謝適合。那我以後要這樣來。而且你剛唱那首歌還真適合嘞，就很像就差2顆番薯。春姑讓天都開個會是老豆，每次只要坐到那邊，就好像坐上斷頭台一樣。是老師給你壓力嗎？沒有，就是。你整個分數。謝謝老師，李王國個做嘅先生真係很嚴格，係啊，我越來越嚴格。係啊，從按都90分嘅，對嗎？啊，就是應該沒問題啦，還可以啊，沒問題啦，還可以，好，加油！好，謝謝，就加油，繼續練習哈，音樂歌坊哈，改天再帶我去啊哈，好，來，沙律，陳玉賢帶來開番薯，來，看下啦。戲劇梁山泊，那就出落天地。
哟嘿哟嘿嘿哟，开过天顺过冲浦，欠过沙丘客山路，紧开紧停开刀子，忙东又忙住，菜果多两条太子。嘿哟嘿哟嘿嘿哟，开出天顺过冲浦，欠过沙丘客山路。忙东又忙住，菜果多两条太子。哎呦哎，够追了，嘿，等一下啊！是铁了心要走谐星路线就出来。我本来就是谐星哦，你知道上面的按都讲什么诶，并不勾引啊，就按用。哦，你们请讲啊，就用造型来取胜，对不对？该讲你妈妈的三夫哈，要卖你那种哈，要卖那工作衫夫。呀，呀，该介绍一下，好，除了底杯嘅 V 神姨老呀夫全部就给妈妈哎。哦，雨鞋是你自己的呀？没有，也是妈妈的。哦，全部都是妈妈赞助。哦，真的呀，所以妈妈去田里工作的情况就会安尼，知道吗？系去头摆啦，阿公去田度烘种田的时间，种田的时间就很有，番薯啊，还有亚哈布卡梅有种一些强菜嘅料。哎呀，安尼乡下地方是做来安好哈，种下都得自足。哎呀，自家种自家吃，你很适合哎。因为我以后都这样来。而且你刚唱那首歌还真适合嘞，唱的真稳。还行动剧哎，长得很像吗？就很像，就差2颗番薯。春菇，那有可能有加粉豆。你就少背了一个番薯。对啊，那个篮子是大手。哎呀，隐形的啦，隐形的。打扮已经很应景了，那少了一个番薯。哎呀，国王的番薯，国王的番薯。好了，那 V 先生的公平。好，王艺贤先生哈。好，玉轩，廖树凯番薯，你非常的用心，从你的整个造型、立马，好，还有整个说跟妈妈借的，对不对？不过很符合这一首歌，我觉得你很用心。但是在歌唱的部分，要给你一些建议，就是说，比如说你在唱什么嘿呦嘿呦嘿嘿呦，那个强弱的力度，然后你可以要花一点时间，这一首歌我要怎么表现？要不然从头到我听到就是很平啊。好，因为这首歌它的节奏很轻快，尤其它的律动感很明显。好，它的节奏感很明显。如果你的歌唱的强弱方面你没有把它处理好的时候，变成你会被音乐吃掉，你的声音会被它吃掉。我刚才听到很明显，你的声音就落了下来。那副歌的地方呢？欠过沙丘客山路。瑞瑞瑞嗦嗦瑞拉嗦，那个是要渐强的，你就可能是你要有带一些动作，有带动作，所以你在唱的时候没有办法很稳定的唱。可是我觉得这首歌你整体表现还不错，但是如果歌曲的一个表现强弱能够再注意的话，会更棒，加油！好，先生。好，来，欢迎他给他分数哈。请先给分数。没问题啦，加油加油！回去要谢谢妈妈，还有谢谢你，以后就穿这样来哈。对，这一次打扮成村姑，下一次不知道打扮成什么行爹。凶一下。好 ，OK，安子生，好，回家休息。好，好了，杀好了。杀了，尹冠廷带了胸香。来，等下来。往前走行，来电恐吓，已经过了30年。牵手行过亲像的河巴，不用点点人工花。爱
上因为迄汹涌的路门天，讲紧分伊夹天行到遐味，爱用啥强项，无法强下，猜你啥空给法，总得外趟满山给油头发，就不自跌落下，爱用爱那会去永恒。爱用啥强项，无法强下，猜你啥讲给法，总得你外趟满山给油头发，就不自跌落下，爱用爱那会去永恒。你好，冠廷你好。那边纠正了嘿对拜老不复活个上一。拜老个开箱对，被两分嘛凯，翔淘汰了。被开箱淘汰。是啦，他们同分同啦，分呐。对对对分数共嘿嘿用啊，欣赏讨论显比强势淘汰。嘿对啊讨论以后又不准了，对，让我很紧张。很紧张哦。所以那个礼拜应该过得很坐立难安呐很艰难。艰难哦。对，因为你上次是因为有2组嘛，上次是礼拜6录影录到11点多，然后我那一天说要给我讯息，我就从早上等到晚上，就说啊快11点12点，那是不是就拜拜了？对，然后拜对，殊不知我正要放弃的时候，讯息就来了。哎呦真的。是，就是收到又被救回来的讯息，很开心的。啊，真的。对呀，你这么优秀，一定会回来没有，的嘛。谢谢。又帅，对不对？对啊又年轻。我们需要颜值。对呀，因为我知道为什么上礼拜被淘汰，因为凯翔比较帅。这样说好像也不是，都很帅。都帅。对啊，要不然你看那个后面传统组的，你看。哎，不是。那是熟龄的魅力，莫空用哎，莫讲啊，不要得罪人。代表我自己的发言。对，都是罗哥的发言。对。其实后面那个传统组的收视率才高。对啊，对啊，那个才是我们的基本的观众是最爱看的。是，真的是。流行歌曲只是附带的。没有啦，我们附庸也很开心。你还蛮有见到个后上要看节目了呀？真的，对，还好。当附庸也 OK 啦，开心就好，开心。没有这个要节目做完90多年了，后来我发现真的很多我们客家界的一些像你们这个年轻人，你看包含不是客家人都来了，都来比赛嘞。对啊，所以表示这个节目是有影响力的，慢慢才能够一直做下来，在关注。哎呦，没想到我们也有影响力。节目影响力。节目也有，都是靠罗哥了。没有，金娜姐。听说我那2个礼拜没来，那收视率很差。真的。真的哈。哦，是吗？我也不知道。没啦，这个歌有哲伟哥的收视群嘛。有了，开玩笑了。还有哲伟哥今天没来，就是因为他没来，我才敢讲啊。对啊。但是我们会私讯他。对啦，唐先生公平啦，对。是不是先生？好嘞，冠廷，今日其实唐磊村归属国会都懂紧张，所以可能因为 PK 赛让你有一点点受到一些压力哈。可能今日的方式啦，其实亚洲国会我知道，在我理来讲，你应该可以驾轻就熟的。可是现在就比较可惜是说，我觉得你今天所用的 pitch 都偏高，所以就是。那冲都一听的音准，不过呢，你可能去给它听紧张，它稍微拉提了一点点，所以归属国位 pitch 本身是非常的不稳的。好，非常的不稳，可能要注意，因为你气提太高，所以会影响到 pitch。这个是
本身就会有一个相对影响的。所以呢，你唱到爱用会拿来去不用爬，可以轻狗的地方，可是用你的气，如果是很稳定的话，其实对你来讲绰绰有余。不过呢，因为你气体太高，不用爬这个时候，我就觉得你已经把你极限发挥出来的感觉。不过，嘛，之后线高的嘛，做迄当然要线都有去加，是合唱的部分，戏反唱的部分，所以这首歌来讲，我是觉得可能练习的还不够深。对你来说，对你来讲，我希望再深一点，再体会多一点，你可能就会抵讲轮椅为什么要这样子写。那你给应用把应用按能唱，你就会比较能够体会得到，尽量去听它的一个气息，它怎么运用，你就会放下心来，后会老亚苏国会冲后，你就不会为了唱歌而唱歌。按那发你会感觉我们多归属国会感情。好，按这些。谢老师。什么好，来关本书，来。欢迎下林冠廷的评述。危险啊！然后就是低于90分的分数，就看电影奖，要小心一点，小心，好，是，加油，好，调整一下，好，这首歌谢谢大家，回座休息啊，不要这个 PK 赛被人家 PK 掉，对啊，救回来了，对啊，然后10强赛又回去了，你讲话好直哦，对啊，剪掉，帮我剪掉，不好意思，不剪掉，我们会剪退啦。好了，杀好了，哎呦，好，等一下个各位，掐架起，指尖师，嘿，带来臭沫，来，当然。天都太个开始老多，可爱习惯的也都爱重复，因为爱想为图你去太富，可爱从慢慢提风，从买风。你嘅面风放半夜嘅心扑通扑通，走买风放思想你这顺风放半夜经历它好吗？走买风放思想你嘅面风放半夜嘅心扑通扑通，走买风放思想你这顺风放半夜经历它好吗？走埋酸酸，又甜甜是中意，淡淡的想念你。走埋风风是中意嘅面风放半夜嘅心扑通扑通，走埋风风是中意这顺风放半夜经历它好吗？走埋风风思想你嘅面风放半夜嘅心扑通扑通，走埋风风风想你嘅面风放半夜经历下，半夜经历下，半夜经历下，好吗？听到这个前奏，我就想唱一首《讲讲给你头发，你头发，哎，Q 一啥边 Q 一条的？歌唔係唱我邊用嘅啊？好，我重跳唱啊，唱跳唱，係啊，整亞軍就冇朋友啊，所以他來賓都會找我。哦，然後你接天氣嗰啲舞台當唱一條歌啊？哎呀，我又不會唱和音，你知嗎？到副歌時節，他就要唱和音，我來唱主力。啊，對啊。那你唱這首歌會什麼味道啊？
就会春天的一条发，一条发。哎呦，好好听哦！记得此行茶。哎呦，好好听哦！图案路散发。哎呦，好棒哦！一天跟一条发，一条发。哎呦，好。才更有发。爸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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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爽哎！好嘞，好嘞。后半段下一次再来唱。好，做对。哎，好好听哦。给2条狗尾后是堂啊。吗？对啊，奇怪，我本来想说你要大炮型的，冲那条狗尾应该是很怪。哎，妈有狗，我也是有我的市场。哎呀。哎，好了，哎，你忽略人家了。没有，拍谁？太好听。因为我们两个视线交汇的时候，好像看不到他。对，哎，难得我们可以这样，可以这样平视。没啦，等一下啦。你戴帽子好像也没用啊，哎呀，也高不了哪里去。下次要戴魔术师的帽子还是厨师的帽子？我已经穿有跟的了。没关系啊。他靠的不是身高，我们下次坐着访谈好了。好，没走点。对，全世界就只有阿杰拉可以做而已。这首歌好听哎，好听哦，轻快，很可爱。但是等一下哎，扛过机哈，给之前的比赛哦，比完以后我们。不是都会在电视机前面等着看自己的播出吗？哦，他都不敢看。不敢看呢？为什么？不好意思，太害怕了。害怕有没有好讲？就每次只要坐到那边，就好像坐上断头台一样。是老师给你压力吗？没有，就自己给自己的压力，太紧张。但是后来觉得还是要检讨一下自己，就有鼓起勇气把以前的影片全部找出来看。对，然后就有新的报告。2个字。2个字是什么？感动，对，很感动，是很感动。评审老师没有评审，就是因为那时候有些歌真的是唱得惨不忍睹，然后老师们都是还是很用鼓励，然后给我们自信，然后希望我们再加油，不要放弃这样子，所以我就觉得。老师们老师在的地方真的要谢谢老师，然后老师们在的地方就有光芒，真的。这样子会加分吗？不是因为还没打分数所以才讲的。语言贿赂。现在老师坐在那边都在发光，都在发光，是不是？他们的光谱应该是红色的吧？那边紧张，对。佳琪，我刚真的很想，分数打出去拿回来加1个分。好，没有了。可以吗？可以加分吗？没有。佳琪，但是我觉得这首歌其实应该是很适合你唱的哈。其实你跟博尊不一样，博尊呢他说话跟唱歌是不一样。其实你说话跟你唱歌很像，那所以你平常讲话其实就是这样子慢慢的，所以我没有办法告诉你，你这个歌把它唱得断一点、软一点，因为你平常你拱发就就是你的个性，但是。你可以让自己能够用更多一点的情感跟对这个歌的感觉，你要再抓多一点。亚索狗 Q 你的律动都没有出来，所以 get pop 就是你的拍子就没有那么的稳，让人听起来是没有画面的。好，这个就是我觉得是比较可惜的地方，比如。臭美那个哒哒哒哒哒哩哒哒哒哒哒哒，这应该是让人有一种非常甜美的感觉。可是如果你的声线，你的声线没有办法做到这样，你可以多带一点你的笑容，让身体的律动帮助你，让层次能够做出来。好，你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吗？你可以试试看吗？把它再集中，不要像哒啦啦啦啦，你唱这句试试看，集中一点，让自己笑着唱。来，开始，来。错每放放思想已经变放放本爱的心，扑通扑通。对呀，是不是就不一样？给心扑通扑通要出来，这样就不一样了，不能扑通扑通就没有扑通了。扑通扑通，再回来，哒哒哒哒哒，这样子就没空用嘞。好，你弹也声哎，我的意思哈，你看你刚刚那样唱跟之前就没空用，所以这个就是鼓励你将来在这个的时候，你要让自己更醒一点。
很多的地方层次才会出来。但是我觉得你今天这个歌真的唱得很可爱。而且你刚刚清唱那一句好好听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对，就是这样慢慢来。以后就清唱就好了，好吧？都是乐队老师拖累你了。好，看一下分数，看一下掐嘎起嘅分数。90分诶，90分不错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90分应该绝对保住，好吧？还有进步的空间，有进步的空间哈，加油哈，加油！继续加油哦！休息哈，好嘞，沙哈嘞哈，沙嘞，掌声欢迎哦！奉行一带来，风行一里行。好嘞，躺个啦。我快出唱片了，要去上他的节目，然后不是多帮我播了，多帮我播，每天至少要播一次。我也可以帮罗哥播啊，奇怪，他都只跟你说，我也有主持电台。中秋夜演出上天，这个要问吗？要啊，有啊，那么难救嘞。刚刚那不一样啊。啊，不一样哦，不一样，哪里不一样？差很多了。我直接回家。美女，你好，哎呀，是，赏心悦目，哎，对，我快出唱片了，要去上他的节目，然后不是多帮我播了，没问题，多帮我播，每天至少要播一次，没问题啊，好，真的吗？每天播一次是不是？我会不会被公司会不会太明显啊？公司会讲吗？因为我目前还没有每天播过，就是每天都播同一个艺人的歌。真的吗？其实一个礼拜播一次。你可能可以说礼拜一不用 Daniel 的什么歌 ，Lost Phone 的什么歌，罗时丰的什么歌。回到80跳一下是不是？回到80跳一下，有在发了我呢。对，那你有可能，比如周杰伦的歌，应该每天都有可能播吧？就是我们会看，就是一整天，就是所有他的歌出现几次。如果太多次的话，就尽量避免播那么多次。就是然后走法律边缘这样子。就除非就是自己私心很喜欢，你就会那个播的次数就会稍微多一点。那这样2天播一次。好，我这一次歌还不错，真的，期待。我也可以帮罗哥播啊，奇怪，他都只跟你说，我也有主持电台。然后你哈嘎天台来，对啊，哈嘎天台。但我国语歌哎。
没做的不用啊，可以啊，做得了，我们就可以整张专辑放完。哦，那你就没啦，整张专辑，那你就每天帮我做专辑啊。哦，帮你做专辑。哎呀，就是每天这样从头播到尾。我看看啊。然后中间再安插一些你的啊、谁的啊这样。我已经播很多次了。自肥很多次。播了，好这个什么。好，再麻烦你哈。好的，没问题。OK， 好。现在是有什么商业嫌疑？蛤蟆老师。听蛤蟆老师看你用哪里发音。哦，是啊。对，他这个问题很大。心语哈，本身哈，我们要讲一些概念的问题，就是你的脑袋思考里面本身就是一个艺人的特质。你已经兼具歌手的一个架构，因为你懂得声音的表情，事实上你在唱歌已经在演戏了，所以你已经兼具说要勾述，它已兼具最难的就是一个演戏，你已经到位了。但是你在演戏的架构上面，可能要先认知自己声音的表情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刚刚从头到尾开歌，到最后结束，丹田力不到5分，5分的丹田，什么原因？那是因为你认为这样唱比较好。还好你的唱歌功力不错，你把声线拉到这个舌根这个部分，你虽然压扁了，在高频的半假音上没有完全上，但是也到了90%，一般人就已经挂掉了。也就是说，告诉你唱歌技巧还不错，但你认知上面可能要先调整，就讲我不敢用喉音啦，用胸腔气冲啦哈，我们哪个部分唱全部做一点，但是最主要就是我们丹田气它就是一个棒谱，你本身个重量要有拉啦。所以这个特别注意，然后你声音已经有带律动，你就带音位。我还要建议你一个，就是说，选罗文玉有很多这样的类似的风格，下一次可不可以选不一样的风格？因为就蛮高，对吧？你最近选的风格的歌都是在中高频上，事实上你真正实力不在中高频。你刚刚放轻声唱的时候，丹田控制的时候已经有下胸了，告诉你，你事实上高频有上，低频有下，你的丹田力很强，不是你现在的这种声音的。那只是你是故意用这种唱法去诠释，你懂我意思吗？所以你选别人的一个风格的歌曲，我跟你讲，你分数有可能会突破现在的分数。那意思就是你可以，因为他已经懂得声音的声线表情了嘛，但是他丹田力都压在5成之内，所以给选歌会逢是某穷腰嘛。你要选一个比较重一点的，你把丹田力唱出来的话，我跟你讲，你分数可能会很不一样。你有没有唱过尤老师的歌？无缘花先不要好了，这样。先不要，可能就吉娜跟我的先不要，到时候选一个不好突锤的话，又被责怪。对，就这样不好，这样不要太冒险。谢谢，继续加油。进入6强的时候再边看。张磊表演一下。再边过啦。好，我来看一下几个分数。看一下彭新一个分数。最高呢？对啊，目前有一位。刚刚是有谁？有谁？我说还有一位还没出来。哦，还一位，那不可能啦！永利，哎，有了，跟某一天哎。对呀。哎，佢打败了都80人分。哪有？哎，送191分，那个真的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。今天说不定也会从西边出来。哦，今天啊，我看看哦。看啊呀，容易啊。OK， 好，恭喜你，加油哈！记得要帮我播歌哈。好。好了，下一位。好嘞，用力带来秋实。好嘞，打过来。
终究仍然初相见，年下年去，只见看彩心，翻进来总山，离开心爱家园，故乡茶站两分离，如今已在哪里？姐姐你好，娘家妹妹好。怎么？这个要问吗？要啊，刚刚都没难救嘞。刚刚那不一样啊。那不一样哦。不一样。哪里不一样？差很多嘞。我直接回家了。直接看分数嘞。好了，直接老师讲评了。啊，莫按钮好不好？人家很认真来准备来这边。哎呦，今天好高贵哟。对呀。高贵不贵哦？哎呦，高贵不贵。还有貂皮的感觉。哎呦。哎，双倍，嘿，92分，你我拿到91分哦。我连2次都92啊。哦，嘿呀，奇怪呢。我不能进步吗？嘿呀，教习老师会骂我呢，我不会进步的人。你可以进步，但是你怎么进步的啊？你要跟大家搞一下。同大家分享一下。唔讲啊，你要给我全部去发了通告。嘿。让店的给我让学啊。哦，嘿哦。哦。以前我是练得过头，就忘词。哎，对，有时候会这样。有啊，就像是重启改歌曲，来每次歌唱自己的歌忘词。那叫做对啊，就突然不知道怎么了，太过有自信了，不用没。跟后代唔可以闭嘴的时间。对啊。表演的时候，然后也没人听过，你想要讲一起唱，比赛就完蛋了，比赛辣子就完蛋了，点破辣子的。哎，好了，访问完了啦，好。好啦，文欣赏公平哈，王一鸣欣赏。例如啊，我以前有谈过你唱歌，你还有边跳舞边唱歌嘛？我感觉你唱歌的呢是非常有经验的。基本了数求实啊，你台湾如果你冇练唱歌嘛，对嘛唱嘛？但是了数歌曲佢唔轻难，既然係比賽，你可以留一首虽然冇轻难嘅歌曲，假使講你唱得好，該分數咪會清高啦。了首歌曲你要注意有幾隻點吼，潮熱夢向前，相思隔水塵。你聽一句個塵，你有裝飾這個塵這個音，但是前面幾句呢潮熱夢向前，潮熱夢向前，但是你係從用伴唱嘞，你唱不來它。潮熱夢向前，好，沒有啦。對，你要有轉音，這個裝飾這個弦，你客家講嘅弦嘛，還有你下練琴，紫金掛彩弦，你沒聽到？紫金掛彩弦冇。你們感覺好像缺少一點點哦。紫金掛彩弦，係咪好好彈？年下年輕，紫金掛彩弦。裝飾的那個音，咬絲要用板去做韻，懂衝腰。雖然沒衝山歌，但是呢，你衝梨花歌還是要注意這個韻哦。用板張為順，非常為衝腰哦。來加油！謝謝先生，先生，好看分數，看下用力嘅分數。是不先生？哎呦！你有没有坏掉？我怎么这样？有啦，有按钮啦，哎，没按错。我來做呢，我做唔得過分哦。我諗講各位觀眾朋友，愛來參加讓我進步，講下超威。係冇錯。係咩客家人咯？我做得唱多樣，原住民。替拜原住民朋友，如果在我們節目當中得到冠軍，哇，那麼不得了。殺豬啊！殺豬啊！哦，不要出草就好了。殺豬烤豬好，在這裡烤豬哦。對呢。好哦，我等你哦。好，OK。謝謝。好，謝謝，再見啊。
好，也都係那個陳樂虎嘅。嘿，比賽10強，一兩10有15場，15場，潛水朋友，嘿，有13組就留下來，嘿，10強咩？嘿，10強啊，所以一兩10要猜聽5位啊，係啊，係啊，不猜聽咱5位係咪唔低哈？唔低哦，我加油哦，這個播送啦，係啊，來介紹評審先生，蒼永平先生，李秋霞先生，魏生炯先生，曾明珠先生，要講啊，高中先生嚟講一下，係。比賽總係會緊張啦，冇講唔緊張嘅啦嗬。但是對於創人傳統嘅山歌嗬，基本上按樣嚟唱嘅好，也嘅不論咬絲哦伴療，伴療先要猜冇跌板嗬，咬絲要爭，韻腳要牽到來。我老太家講嘅喊嘅慶祝夜就唔好唔記得歌詞啦，加油！有唱 TV 參咗評語 ，TV 仲未叫帶來評判，談好啦。米九記好，太老師好，太家主持人好，你好，請教一下哈，你從來忙是出門歌嘅。用啊用講，因為我看佢資料講，你係怎麼做茶的？你係怎麼做茶？哎呀，我唔是做茶呀，唔是做茶，所以你都唔是出門歌咩？你去行路中嘅都會提風嘅。冇啦，我講我自家試茶就唔是做茶。哦，自家試茶嘅，就唔是做茶。我那是就我嚟大理台真要好做茶。哦，所以你啲平常喺自家試茶嘅，唔會都特別人演啊，我試茶都試到討厭，都冇啲。我今日去看人嘅演唱會，去看演唱會啊？係啊，冇啲小雞蛋。好看嘛，好看嘛。我講兒童腔，兒童腔。那詹雅文老師出嚟看下試出來，人家嘅唔是。我沒去看詹雅文的呀。哦。哎呀，個全部都拍的時候就冇大師出來，係嘛？哦，真的啊。係啊，冇大師出來。聽嚟下。我私定係前面看得到嘅地方，你也看唔到。佢自家看得到天邊。個 monitor 啊。好誒，我就去高雄小巨蛋看，三年又走到兩個片去看美麗小巨蛋。哦，粉絲呢？哇，全部這個是福到高雄一樣，是啥一個？坐高鐵，坐高鐵。買到南腔嘅視察是到嗰邊。而家講東鳳嘅，正好明星誒，你買菜係要本人演出來。係啊，要出門人就要看到啊，係啊。買蟲嘅送牛係啊。我那個唔是買蟲嘅，我只買肉條。蟲嘅也當貴啊，特別蟲嘅用送嘅也當貴嘅。好嚟鳳就好啦嚇。拖啲一個大禮台做埋出嚟唱歌，就係咁。係咪出演啊？行到路方面都是，哎呦，有成就感嘅對吧？價錢條嘢
比赛。有啊有啊，慢慢应古灵人来啊。古灵人哦，咱拜托了。你自家创油后上做得很远来啊。哦有。那不差了，不差。好摸唐先生讲，高中先生。好来。总设计因为创业平班吼，基本上伫迄创了青菜，吼，阮也捡来做得，我做得吼，好一条啦吼，熬丝也清章，可能长期讲学，吼，到以后相当好，其规下来讲比较较弱的部分，就可能加个饮食。又较无按量，对伐？迄尾有很多呀嘛，都是安尼烧伤啦。很多口干症啊，口干症，唾液减少了。哎呦，不要有。就较糖度较早呀，都迄基本掠个安尼较弱的素材，其他来讲，还能创了以后。加油！唐那个分数应该不差哟。没有不差哦。对，看不出来。看一下，仲未叫嘅分數。好，90分哦。應該滿滿嘅啦。係啊，冇問題啦。做得冇。分數要滿意嘛？啊，分數要滿意嘛？他覺得會很滿意。他覺得啊，當然。即係先甜落去。不做得啦。好啦，就這啦啊，什麼名叫記？好嘞，撒下來。撒來，番葵香帶來3個字。來，我來。山高了好難衝啊！他氣功方面會竟然有手勢出來。你很適合去唱戲啊。對。流汗時間。你學教嘅時節，有啲學妹，佢全唔是彈過客家流行歌。哦。冇彈過啊！介紹給同學聽啊，學妹聽啊，每天強迫他一天聽10首。对对好。哎呀，你好，大家好，不要緊張嘛啊？唔會啦，唔會嚇，唔會緊張。那必然都拜啊，你緊張咧？哎呦，你不管幾多拜都會緊張，係啊，先生坐嘅都會緊張咧。係啦，先生坐定有啲前面啊，你哦，都會緊張啊，係。但是緊張之餘哈，想到頭擺事情應該咩當回憶哈？啊，些時節啊。啊，很多回憶。好多回憶哈。很多回憶。有一擺哈，我讀書嘅時節，我爸爸哈，我去老人灣講啊。灣講。灣講啊。係，
你让爱做事，爱让人做事，咁样爱让人做事，弯工。哦，台湾原来啊。嘿嘿嘿。其实他爱讲，你哈爱去读书的时间哈，爱做到哈牛牵到个对面山去。哦，台湾有牵牛啊？种牛哦，种牛。宰牛节。种啊，太牛啊！嘿啦，哎呀，来讲唔同。哎。跟牛的哈，都爱转的时间呢。跟是按样年底嘛。冇错好事。冇错好事是按样，按样。捡来捡去哦，是屁股山到两多。牛的呢？嘿啦。牛的按发牌了。冇错好事啦，捡书啊，捡多。然后你搞吗？哦，捡书哎。真的啊？真的啊！哎呦，很神奇哦。天气哈，就是按大人，还会按小人。打，表记出，表记扫个记下来啊，表记的时间吼，跟牛的哈，牵到哈，你下是跑到100公里去，100公里，哇，比法拉利还快。两讲跑到去那样啊，我讲是，跑到去头绳爱不开，速公爱无的，我本去骂死。唔得俾嘛？會啊！會啊！你真神奇！哦，人家個牛啊，做得挑100公尺嚟啫。挑你大牛。大牛。鬥牛咧，這樣嘅。牛係限彩喎。冇彩咧啦，梗係按落牛骨嘅。牛骨嘅哦。係啦。係咪？牛喺牛下度應該咩動牛瑞了嘞。對啊。牛瑞啊！我希望我能夠當上牛瑞。沒問題啊。好啦，沒好。來，長單樣板唐先生講評嘅。貴陽嘛嚇，特別講創山歌盡量唔好創山歌子，唔好創現山上嘅歌子。你上面雖然有能夠將它吊上去，唔過吊到迄位，你氣就比較還不足。嚇，兩面兩嘅時間，因為你兩面縫要縫喺山上嘛，啊你為了做了就準你吊上去嘛，啊吊上去就感覺本嘢係鐵脱哩，有感覺，好。兩面啊縫啊，還有十指雙山兩轉水，唔啲那個正相逢的叫做是，啊更講而從休息下水下擋住嗰塊嘛吼，係都是要停下讓落，你係咪一個對一個冇信心，所以下擋住又再繼續衝。我去做來啊。有用嘅啦，哦，所以你兩轉水的正相逢，兩隻是你就都是有本感覺，唔像你跌破嘅感覺，不本人嘅感覺。我希望我哋今日先生講嘅劇點，留年叫我去改進嗬。加油！好，是不先生？來，佢夾一本書，來。翻回用嘅本書。89，反正台語90個以下哦。有一些做較小心啦，危險啦，較小心吼。唔怕啦，唔怕啦，沖水啦。希望這個保佑這個哈，福強兒女啦哈。好，謝謝。補充，按住先，順利當場。好嚟，殺落嚟。殺落嚟，翻青門帶落平板。同啦。是啊，几时了？
这个哈，放在你好，你好，帅哥美女，哎，好中听哦，好中见面了哈，哎呀，又见面了，见面了。哎，谈讲哦，你平常是冇乜个啉水啊？有啊。嘛灌水啊，灌水哦，滚哦，有种啪啪的，啪啪的没意思，没有味道。哈姆米通啊，哈姆就那是上个温买的金鲜莲啊，油茶泡茶，这泡个茶啦，茶米啦，好，该着。哦，泡来啉。嘿，那是安尼啉。嗯，几年咧像啉茶，冇啉水啊呢？哎，用做唔得吧？冇啦，茶咩做唔得太多吼。我美国全部安尼，下摆我要啉滚水是嘛个呢？是着保养品的时节有冇？我是要啉个水，滚水，我一定要用滚水去啉但是滚水好像因为加是地位啦。尽量是而且滚水较好。我要谈讲哦，其实啉水，但你当然啊，从做多阿嬷啉茶，其实更唔免水。个茶要炖个水，嘛个吸收体，要吸收体，所以变要茶啉多咩冇，糖讲啊，尽量是系啉滚水哈，啉滚水啦，不是一天要2000 CC 吗？一年20度2000 CC。哦，如果喝茶的话不止。饮奶又唔低，3天3夜不用睡觉，唔低啉几多啦？对，反正水啉几多？反正你是水做的嘛，其实是多啉水就也好啦，对身体好。啦，上面咩个保护咩较润和咩，哦，你要想去了解。越来越冇，哎，最近柠檬啦，水是特色嘞，是柠檬色，哦，啊，都带好冇，糖心好，什么？你是酒精上？那位来自绕麦的关心阮是哈，这边创了条平板，几条山沟的结构呢，长度是1顺啦。我有程度为说，爱本意条建议，来概念的看法啦哈。那有条山沟讲，从过一天上为庆，山沟过吃啊，死为民。来从你的奥史这方面来讲，人生才是技术动，个技术。然后第三个后上的上是，奥史某种标准哈，你专业谈的是个哈。还第一方面呢，该第三个后上辛苦个头啊，你上是多少有力上破音的哈。是讲我听佢讲上音咪个流畅度啊，冇讲当正啦哈。你当然上音咪，你系感应天色的哈，你要是来冇那个去运用哦，又好。第四个。有抗说些，我看你用咸咸果汁，记得有多少差一丝丝的跌板来都回头落来哈。那以后做果汁熟，你是能够做其他方面去发挥。莫像我要上期下期，用完了接个因素的本性，有机会也加强这个练习。什么欣赏？什么欣赏？什么欣赏？好啊，来，这分数可能，来看一下，看一下范清文的分数。什么欣赏？什么欣赏？要这种分数呢，什么欣赏？按你让我进步啊！我想讲，几家有些个电豆泡啦，哈，好，排泄哈，先做米的当做哈，这些排泄哈，冇一天啊，冇一天哈，你感觉还会有分数比较大？没问题，这样有点悲剧呢。对，好了，我杀了也比这么差了哈。哎，从新闻带来罗山哥，来，谈了。从
新闻小妹妹你好。是。哎，新闻从这都共行嘛，哈，同妈妈。从这出从客家歌。客家歌伫客家状态嘛，哈。哎啊，从这都接触客家歌。哎，我通讲伫佛教的时节有咧学咩？嘿，冇错。从小从接触客家传统的音乐。他是从小就是音乐系的，然后都帮客家的伴奏。就是你们就是那个台湾一曲那个学院嘛，冇错。所以佢从小就伫个读书，所以接触的全部都是客家台语，客家台语嗰度传统的歌曲，佢全唔是弹过客家流行歌，就一般同情式那样。对，同情式就抽嘞。我在那个房间里面练习时节给糖豆嘞。对他听到，他就觉得哎呦，还蛮好听的这样。他从来没有听过没有听过流行歌曲，哇，所以连吉娜的歌他也没听过。还是你就是唱我的歌？没看过，没看过啊！要介绍给你同学听啊，对啊，学妹听啊。我现在到处都跟那个同学说，这首很好听，要赶快听一下。真的，所以后来他就爱上他就觉得很好听，然后要我去教他唱这首。那你们把很多的客家的流行歌曲，那每天强迫他一天听10首。他可能会打我这样。对啊，其实客家流行音乐真的现在也是很好听，他们非常的蓬勃发展，那个水准真的是不亚于国语的一些歌曲。就是除了传统歌曲以外，其实流行歌也很好听。真的。哎，来，唐先生的歌品。民族先生。我发注意到唐，我是汉腔方面哈，非常的安讲哈。做润的润咪，跟润顺也做到非常的流畅，安样嘅所以糖度本呢耳麦糖度非常的顺顺耳，但是有一点轻重要嘅就係，你唱歌拿麦克風嘅時間，你唔好拿到按鍵，那按鍵嘅才嘅貧窮富貴嘅時間，你是會受苦嘅噴麥，有啊，為此兩點要注意。所以韓版呢，唱歌嘅時，地講做到台勢上以外，他注意個麥克風總得拿到條件，所以一定要注意呢一方面。我相信你經過了後，係一百嘅分數是會合問題，按繼續努力好嗎？好，加油！新夢先生。好了，看分數，好了。可以啊。看分數，總英文嘅分數。花唔錯咁，我唱歌就好咧，96分呢。你知道張介紹人嘅學妹嚟比賽，來比賽哈，好較多啲向佢嚟比哦。好，安住先，恭喜，好啦，再邊兩個，我來沙來，很清楚，帶來3個字，來等下啦。
这几年哈，没有，你唱歌呢？牛年，哇，小弟小弟，真好看佢唱歌，谢谢。你做到个片时间咩更啊？以后哈，啊来呀，替拜来比赛比，所以比做咧比到一只长度，千欢喜啊！千欢喜，搭拜了又搭拜有進步，因為來呢邊學3萬學3萬廠長咁來。係啊，來到入邊我要 CV 先生，免費教人家對話嚟唱歌嘅，國寶級嘅老師，當新夢先生。係咩？唔是以歌唱班學來啊，學到變乜嘅比賽就冇錯，越嚟越厲害。真的是來呢邊學進步當家。希望好唱山歌嘅朋友。就打電話來哦，所以你自己對自己有信心，變到6強咁樣。我要盡量表現上，表現上，我有信心，吃可愛。好，練歌練到啊練久誒。我練歌誒，人家講唱山歌。唱山歌啊？唱山歌是2年。2年。我接受是當作有接受啦，結果吼，因為還冇機會好唱。從小跳下到機會，從上台跳下冇機會啦，所以攏停頓得該啦。阿志講方向見啊，有手勢出來，緊張嘛，我看唔得，可能見阿麥克風咩按樣，因為緊張。演講比賽可能講到嘅。係啊，係咁講。我有手勢張講得出來。有帶動的作用。有，你很適合去唱嘻哈。他加油嘻哈。好啦，對形象哈，對形象。來，從對頭先生嚟講。高中先生。彭秀基創下《三國志》啊，佢啊，創來，佢比方歸屬來講吼，佢創嘅韻啊，第一季佢就比較傳統嘅唱法嘅韻，第3季、第4季嘅時間，佢有創改變嘅韻吼。故說佢按呢創意程度，比普通一般人唱嘅會較有變化。也係佢也有點哦。因為佢咪創嘅按呢個安排吼，係算。以後嘅一個方式，對一個三國志嘅唱法，韻呢嘅牽韻嘅方式來講，但是有幾隻東西啊，我特別老人交代下，因為個第一季嘅歌詞配屬是默講，嗰隻默詩專一看啊，一堂看啊，嗰隻默詩嘅發現有一啲嘅問題。過清明記後面上，嗰隻上詩唔牽韻。有一絲絲的冇按慢點，其他來講，佢個算相當平穩啦，流暢，一順啦，加油！先生，都係順多樣版啦，再看一個分數啦，嚟，彭千少嘅分數。之前有插播過嘛？爽到哪見啊？是昏迷3年冇想，哎呦，冇想，然後先生講終於會判後事咧。哎呦！彭千少嘅分數。什麼？2
分数有顺哦。走的也同分数啊，越强应该冇问题。冇问题哦。加油加油加油！加油加油！拜了比赛，你看辅导呀，厉害的，什么温暖的环境？温暖的环境，你觉得为什么会很温暖？让你拉脚温暖，还是因为站在他旁边的关系？来自主持人，来自评审欣赏，所以还有来自工作人员，真的感觉很温暖。所以这么温暖的环境，欢迎所有的乡亲父老兄弟姐妹们，一起温暖，哎呀，共襄盛举啦！谢谢，安子 C， 回做休息哈。沙下来呢？沙来，后生妹打来平板。来，躺下啦。对，很多什么又不是怎么唱歌的，唱口出来，哎呀，会唱歌又会打鼓的啊，厉害啊，係咪啊？聽講咧，張學啦，唔咩，我接出演我要表演呢，因為我張學嘛，喊唔敢啦，喊唔敢，咩講我聽到人嘅團要出演咯，佢老師教愛唱，八音嘅嚇，八音八，學嘅叫嘅。學3年咧，3年咧，當年學嘅話一定當厲害。冇啦，冇當年學，是禮拜一拜天天。禮拜一拜。係。哦，佢屯先生學禮拜。係。哦，好，所以有一件要出演可唔可以表演啊？就是聽團出去。唔會啦，唔會出去打。哦，所以唱歌又打鼓。對，所以有一件嘅生命當中兩件事情最重要嚇，就係唱歌嘅，還有打鼓。打鼓嘅，嚇。對嘛？唱，反正退休了咩？啊，國外也需要按國家嘅咩？我哋咪四處去玩。對，哈，係，親蠻久誒，親蠻久，知足快樂啦。唱，來，唐先生的作品，來，先生。好啦，你什麼字音質清好，唔講唱歌啊，夢自神流，你大上到你這個音質。你夢自流神啊流，大爽。夢自流神啊流啊，調上去嘛。神啊流，然後再帶下來，浪費你嘅音質，嗬。夢自流神啊流，還有。讓演情咧，小則總是音，吼，演啊情啊，咋只叫咗你叫好彈落去，吼。還有下邊去講較強人吼，就丟你做下少人對嘅，你見佢幾場轉到兩下就調前平板線上乜聽你嘅轉啱嘅吼，
家下就要旁进修啊，马上要紧转，哦，要有专心，迄你嘛知道迄样啊哈。所以上台就要切出你个紧张的心情，练嘛转到我哈，讲个对练卖过，无卖过唔是徛咧一支快啊嘛个，对练个讲条啊周润做，平天比速速的，安尼，好不好？加油！好，先生，好的，高东先生，好的，你啊，我老太甲讲哈吼，哪一摆创业条歌诶，我记得哈。父母行，四海沉，也个押韵有问题。但是两条歌用太家就头会唱，佢唱嘅時節要唱四海情，係沉重的，心老沉無腔，唔會押韻啦，嚇，也就破音啦，我記得啦嚇。唱到一條歌安尼唱，也歌詞上到做安尼，因為佢嘅合則押韻，也就要注意哦。老人講，唔愛咬字愛爭，佢記。破音嘛，佢錯字嘅人，佢錯到講，嗌錯到人，嗌發一隻音，這是可以的。做唔得老佢講，做唔得。就像人講花，有人要講用講話，講話嚇，講話做得冇？嗌做迄詩人咯講做唔得咯，我講講花。唔過佢唱歌詞都講，有得佢壓到喺 voice 嘅時間，唔得講講話又做唔得講講花，講花都做唔可以押韻了。係好。好，我覺得也客家嘅傳統歌曲其實講唱嘛，係啊，非常深奧。大家研究一下。來，好，好來，唐先生來看一下後三波嘅分數。冇問題哦，冇問題。據說大鼓衝過，經過這裡話嚟啊，恭喜啊，什麼三位記？好嚟，殺下來。殺來劉秋婷帶來羅山歌。好嘞，彈緊啦。今年做到很强哦20年了，也是三夫20年了。佢當初做嘛，我做下拖衫。做干用。哦，我20年前的身材脖子真的很厲害。但是你之前有插播過嘛啊？
啊，上无弄紧啊。有，差不多是30年前哈，我拄土神爷呢，我是幼教，然后骑摩托去维士牌，然后呢路上呢，维士牌很厉害，开始不应冲动，我神爷他载着抽签，你又去戏剧公出来，他说妈妈不是你跌倒，是人家撞你，然后昏倒，是昏迷散迷摸香，摸香，然后先生讲。终于会判后事嘞！哎呦，嘿，和姊妹当中一口爱线爱是交叉的线，因为脑神经、眼神经挫伤，嘿，所以那也没做还没动哦，所以还是有阶梯上的问题。亲戚朋友去看你都知道。知道，有片段哈，是失忆。是唔见代表我大个信部哈，信部的这个相亲的事情，怎么是空白呢？有一段记忆唔见我又打了电话，怎么找不到呢？很有恐惧感，是动荡。嗰日都有我有乜嘅模仿片？有乜後遺症嗎？無，我也是愛陪，愛動眼睛，但是呢，愛動慢，愛比別人還慢。背歌詞，背歌詞要比較慢。但是呢，我為什麼那麼認真呢？為什麼讓我們頭腦莫不去羅發天？那算是一種復健啊，一種復健啊，唱歌嗎？就是像運動，把它當作運動。那你這應該沒有辦法去演戲，對很多歌那個詞，太緊張了，可能要演龍套之類。龍套，只有渣那種，渣是，路人甲路人乙。OK， 好，来，唐先生嚟講。魏先生，今日啦，幾條山歌呢？唐起來個山歌嘅結構呢，喺我呢唱啊，我認為非常嘅紮實，很踏實嘅嗰種嘅感覺哈。是因為啲咧，我感應嘅意見呢，提供俾你哦，大家咧做一個參考，係咩咧？修正可能會較好。最尾句，莫忘一句注重焉。我哋合法可以講注重，雖然可能因為講注重，該注重唔是讓上哈。你那句呢，唱到我唱到的稍微往上讓一啲嘅聲音哈。唔係講到太瑕疵啦哈。希望講能夠嚟施展強然，係我哋三個嘅唯一嘅要求，加油！謝謝先生。好，來，看一下劉小婷嘅盤數。福建語哈，5分嘞，96分嘞，我爽到腦筋啦，還清好，嗓音沒清好，新聞的勁敵來了，同樣96分，看清楚哦，修婷阿姐哦，你們兩個有拼哦，哎呀，他那麼年輕，應該還有上啊，哎呀，冇強樣嘅呀，傳統歌係韻味，無本乜嘅後生，演技太冇，嗬。摩擦，謝謝，好，謝謝，加油，小玲姐加油，好嘞，回座休息。好的，殺下來，殺來，香港妹帶來3個字，當然啦。
赶快记哈。用一句钱哈。那比到呀，他不赶紧有骗来嘛？自家来，全部自家来。係，自家來。啊，連乜嘅朋友啊冇聽人來。我同緊都唔嬲佢啊！多年啊，唔會啦。同緊我唔嬲佢啊，嬲佢都時面上嚟講，親朋阿姐打電話過嚟呢，佢講：阿根，你呢邊阿根結咗未？係中間那個阿根。阿根去唱歌嘅時節啦嗬，你冇講去冇380件打下來，冇參唱嘅見嚟比賽，哎呀，講阿大姐啊，厲害，咁冇啦，一句啊，先生嗌必700嘅，係啊，超過300。大姐，你給我信心好不好？係啊，搬壓啲嚟，真的，我大姐給我壓力了。是啊，所以阿孫啊，就要磨來屯騙歌呢。阿孫啊，我睇孫，我孫哈，他今年愛編個個考試係考高中，高中係。啊，兩個哈，誒天一妹叫我兩個，一個寫來，一個寫冇，寫來了解，我去顧他，做邊樣做係，啊寫嗰陣呵，啊佢夾尾冇來嘅時候，佢讀幼稚園啊，沒辦法，啊來啲邊人打我也不敢帶下來。但是那裡面小孫的嘛，哈，哎呀，那三個都是我的小棉襖，最疼孫子的奶奶，還有這個衰魔，這個衰魔，唔係孫的來皮衰魔，係以前孫的。係咗咪係？我咗問你皮係啊，什麼都係我小棉襖。搖號啦，搖號筍咧。係啊。來，民族欣賞咧。三個字，你呢行強做人有很多嘅方式，冇強樣，但是呢係呢愛親切嘅力量，來去分量，讓別人來發聲。尤其係最尾一季嘅時節，轉轉。路那給呀，卡大了錢啊！莫忽然間卡大，一下個聽尖的聲，一下後來的聲是便的聲是走出來的，其實你嘅聲當中啦，係你做下圓潤一啲啦，係容易係講呢14幾條，14了幾那條，冇幾那來條，乜個來條，冇講個叫做類似咁樣嘅啦，所以呢，你要慢慢的調整，好冇？因為講到聽法，你們冇法度吸收，所以你要從海面強樣，每一次嘅時間我來，攞自家海面嘅水拿來，研走來到呢位，然後有法度執個吸收。很容易，好嗎？好，加油！好，下次先，好，來，講分數。講啲分數哈，你講我啲分數。謝謝。謝謝哈，謝謝，哎呦，分數恭喜啊，91分呢，還有進步的空間。對，一10強應該冇問題啦，91分。做到人家講，我盡量啦，大姐，我盡量的啦，大姐怎樣？你說3次，對不對？我來5次哦。大家，好，謝謝，謝謝，好，休息哈。好，安尼今日安尼比賽，已經結束咧。結束咧。係啊，請教。考窗國嘅朋友，加加打電話來哦，人叫6667人6還有傳真電話0117778132。好，等大家嚟報名哈。等打電話。好啦，今日非常多謝所有觀眾朋友收看，以外呢，我們多謝辛苦嘅評審欣賞，謝謝。辛苦咧。係啊，辛苦啦哈。係哦。恭喜各位比賽嘅朋友繼續加油，還有什麼小飄老師，還有莫缺欣賞，謝謝老師們，謝謝辛苦了。還有工作同仁們，大家工作同仁辛苦了，辛苦。好，下禮拜冇唔記得，一定要準時收看呢，貓眼大擂台，貓眼向下來，再見，拜拜。